办案重要的是要解决问题啊，不是让你耍帅逞能。凡事给我过脑子，找到最安全的方案，那比什么都重要。我记好了，下不为例。是，明白。描述相貌。啊。想什么呢？我说描述相貌。那个油腻，非常油腻，满嘴的胡子，那个嘴里面还2颗大金牙，猥琐。你说这个金小田也是个倔脾气，冯队招来这么一个外勤，怕是不好带啊。你这是幸灾乐祸，你忘了你刚来那会儿。哎，刘哥，打人不打脸，骂人不揭脸，谁还没个初来乍到的时候？我在冯队手底下摸爬滚打了1年，这不也出息了吗？所以啊，看热闹的事少干，该干嘛干嘛去。每天只需要2000块，2000块。你怎么才来？早上出点事儿。哎呀，你说这有的人吧，来公司也不是2、3天了，这迟到了，也不说跟自己的领导打声招呼，这眼里还有没有公司的规章制度？不好意思，丽萨姐，下次会注意的。领导着急要你的 PPT 呢，抓紧拷给我。稍等。哎，等会儿。我怎么觉得你这个，我看着似曾相识呢？来，切。怎么回事啊？让我看看啊。哎，你这个方案跟 Rabbit 那个方案怎么大同小异呢？来，你看这个主题，哎，再到这个内容，连这个图片都是一样的。这种高度重合，不会是巧合吧？ Lisa， 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什么意思？我还想问问你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？主管，其实丽丽经常剽窃我的方案，害得我每次不得不加班加点，再重新做一版。你说什么呢？哎呦天哪，Robin，这种事情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呢？不是丽萨姐，这个真的是莉莉一点一点做出来的，这个我可以证明的。我电脑里的工程文件是有时间记录的，不信你们可以查查看。好，查就查。宝宝们，在这个炎热的夏天里呢，夏夏觉得冰淇淋仍然让人觉得不够清凉，所以今天我带你们来到避暑胜地青青水乐园。那么先 check 一下你的衣柜里面有没有一件足够漂亮的泳衣呀，搜索萌萌泳衣店就可以购买到
陈总，怎么样？这直播间里看的人不是很多呀。哎呀，您穿上这身泳装啊，有一种很爽的感觉。爽的感觉？对，要让人家能体会到那种水的律动。律动？对。那我一会儿下水试试吧。真相大白了。Lisa，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。这个方案绝对是我独立完成的。为了做这个主题，我查了不少资料，光是书就买了一堆。最后发邮件之前，行了，你说这些有的没的，有用吗？我们看的是结果。我只知道你的提交时间比 Robin 晚了10分钟，这怪得了别人吗？Lisa 姐，这的确是丽丽做出来的，我可以证明，她为了这个方案，她整天通宵啊。这里边一定有误会，这不可能的。丽丽啊，你这个人呢，就是执念太重了，以自我为中心。我跟你说过多少遍，我们的提交时间只能提前，不能错后。你看看人家 Robin， 就知道听从指挥。你再看看你。好，我明白了。你不需要一个会思考的人，你只需要能听你话的妻子。你自己做错事情了，你还振振有词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你呢，要是能在这干就干，不能干。我那个腿，我不行了，我小腿都要泡抽筋了。这直播间的人气是上来了，但是到我店里买泳装的人还是不多呀。还不够啊！这个一般来说要吸引眼球的话，得有个具体事件。也是。哎，我想到了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你恐高吗？恐高？不，哥，这我不行的，我绝对不行。这样，加3万。6万。太贵了，5万。成交。这位小姐姐要去哪儿啊？别理我，烦着呢。看你这个状态，炒鱿鱼了。关你什么事？是我怎么说，今天也刚救过你，你应该对我态度好一点。我告诉你，金小跳，我现在没有心情跟你闹。我是被炒鱿鱼了，我失业了，我没工作、没钱、没父母、没男朋友，就算被人欺负了也没人帮我。你满意了吧？啊，不是，那个是被你们那个主管弄的。他已经不是我主管了，管不着我。看你这个状态不太好啊，你如果想报仇的话，给他点颜色瞧瞧，是吧？你可以跟我说。算了吧，就他那个恨嫁的灭绝师太，没什么能打击到他。不是啊，但是我现在只要知道他的命门在哪里，你告诉我他到底是个什么样性格的人。哼，他没任何事情能够打击到他，告诉你了。哦，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他天天在那里炫耀他那个戒指，是不是？对，他除了炫耀他那戒指，就是炫耀他那传说中的养老公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有办法。
你要干什么？你现在听我的啊，你就回去继续待着，我晚一点过来找你。就你？哎，你忘了，护身符啊。礼物刷起来，飞机轮船不要停哦！啊，保佑！啊，拿着。没事没事，手2条。哦，太高了。哎呀，这车越开越喜欢。阿培，你说大龙把这车弄回来，几个月也卖不出去，等咱们好一点把它收了吧。哎，干嘛呢？跟你说话呢。别说话，别说话，要掉了，要掉了。不会死的。哇，这也行，这太豁得出去了，这个。这女孩我好像认识。啊？你认识她呀 ，boss？我可喜欢她了，裘剑少。红吗？红，很红。这女的外号叫拼命三娘，上天入地无所不能，粉丝10几万呢。好，那么我们就找她做我们的形象推广人，我就不信没有人关注。走，现在就去。真的呀？太好了，就用她，就用她。啊，这是这方案还挺，我看这条行吗？哎，快快快！你是干什么的？是啊。你看看，是这多少度？搞什么？不好意思，打扰大家上班了。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莉莉的未婚夫，大家叫我 Sky 就好了。你搞的哪出啊？
你不是让我帮你抽会儿气？送给你。这是什么姿势？丽丽，我还记得4年前的那个秋天，你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：“你让我等你。”你知道吗？这4年来，我在美国无时无刻不在想你。今天我回来，只有一个目的，跟我走，我带你回去，嫁给我。让大家见笑了。金小天是我的未婚夫，我们在一起4年了。他是一位美籍华裔，在美国的投行也是小有名气的。我们相爱4年了，能嫁给他，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情。谢谢大家。谢谢。我的包。哎。有什么好看的？工作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可没嫌你放手。放心吧，我既然说要帮你，就帮到底，没害怕。这算你假的吧？哎，盛夏小姐。盛夏小姐，你好。是你啊？哦，这位是我们公司的老板，楚之汉，楚总。楚总嘛，我们见过的。我看过你的直播节目，蛮不错，播得出去。哦，原来楚总会看我直播啊？你找我有事儿吗？我是想问问你的档期，我们有一个项目想找你合作。什么项目啊？我们开发了一款旅游软件，主打的是爱情之旅，在旅行中鉴定情侣的真情。不好意思啊，那个我工作太忙了，我没有男朋友。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们这个 app 架构的已经很成熟了，找你想做我们的形象大使，就是帮我们做推广。我们最近搞了一个爱情之旅的活动，就是带着大家用房车从上海到香格里拉，你的任务就是帮我们做全程直播。旅行直播？对，旅行直播，有兴趣吗？可以呀。那个，不过这个费用方面，我们这预算费用没有问题。那行，我就知道楚总实力雄厚。好，那既然没问题的话，那让我的助手阿培给你发一个项目策划书。嗯，好嘞。2、3、4、5份啊，拿好了你们分一下，谢谢啊各位，常联系。没想到你为了帮我，还挺下血本呢。那是。哎，我说你为什么要帮我呀？我跟你非亲非故，还欠你的钱。是这样子的，我觉得你一个小姑娘呢，只身来到上海挺不容易的，是吧？
那我作为一个大男人，理所应当应该帮一下。满大街那么多小姑娘，你怎么不帮她们呀？不是这样子的，我觉得呢，通过这段时间咱们的这个接触啊，除了这种追债和欠债的关系以外，还多了一种情感，一种朋友。谁跟你是朋友？行了，你就实话实说吧啊，别装了。你是不是喜欢上我了？哎，你给我站住！戒指，戒指还我！蹬鼻子上脸，给你点颜色你就开染了，是吧？我喜欢你，可不可以不要那么自恋？谁自恋呀？你天天这么跟着我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动的什么心思啊？我告诉你，就你一个追债的，还敢跟我好，早断了念想。哈，那我就告诉你，我今天第一次看到 Lisa， 我觉得她比你性感多了，活该你没人追呀。那你找她去。干嘛？不是，后面有个人有些可疑，咱们小心点。你别吓我。真的，你走快点。别回头。先生，请问需要些什么？变态！你变态！谢谢啊，谢谢你。小帅哥，留个联系方式啊。我先走，人家帮了咱们，你把你联系方式给人家。谢谢，你们朋友啊，
你知不知道跟踪你的人什么来头啊？跟你一样，讨债的呗。你怎么到处欠人钱呢？逗你玩呢，我哪来那么大本事啊，欠这么多钱？不提这个了。今天确实辛苦你了啊，帮了我这么多忙。别光嘴上说，来点实际的。实际的，那就晚上请你吃顿大餐吧，怎么样？这个我爱听啊。吃什么？你想吃什么呀？啊。宝宝们，今天盛夏小姐姐又带大家来探店啦。好啦，夏夏点了一杯咖啡。幸福的味道。现在呢，幸福的夏夏要来宣布一个好消息，就是夏夏将进行一场海选，选出一对情侣，进行一场免费的旅行。这次旅行呢，全程由我们的旅游软件来赞助。这对幸运的情侣啊，将要和夏夏一起踏上通往神秘的香格里拉的房车，进行一场纯净的浪漫之旅。有没有很动心啊？好了，如果动心的话，现在就打开私信给夏夏发消息吧。你觉得是吃法餐好还是吃质量好？我觉得是法餐好，够高雅，主要是我没吃过。哎，这边超市啊？对啊，我们得先去超市选一些酒水。那么高雅的地方，自带酒水不太好吧？何止自带酒水啊，什么肉啊、蔬菜啊都得选一选。有这种餐厅吗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不是说吃大餐的吗？我回家亲手给你做，会比外面大餐更珍贵啊？你有点过分了吧？我怎么过分啊？这都拿的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是准备乱炖啊，还是怎么着？哎，我告诉你，别小瞧人啊！我答应了给你做大餐，回家给你做个烧烤、BBQ。那你做烧烤，你也不能光拿蔬菜啊，拿点肉啊。行吧，今天辛苦你了，想吃什么你自己去拿吧。这鱼可以啊？哎，你海洋污染，你吃什么海鲜啊？吃点红薯吧。这个呢？童子鸡。禽流感。那你告诉我能拿什么？你先看啊，前面还有呢。还有许牛排，不错。哎，服务员。哎，给我拿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让你怎么选这么贵牛排？得有疯牛病，你知道吗？不是你让我一个大男人一顿不吃荤的，我受不了的。选这么贵的肉，那我还不如给你选刚那份鸡呢。那你不是有禽流感的吗？怎么样，丰不丰盛啊？你这弄得挺有情调的啊。那是，我都告诉你了，在家里吃比外面大餐强多了，还不信？不错，这就叫生活。哎，我接个电话，你先弄一下啊。Hello，Kevin。丽丽，
我跟我们的主播合同已经签完了，现在情侣的人选也找到了。哦，真的？那太好了。咱们什么时候能出发呀？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，除了明天之后，未来1周上海可能都要下雨，但是我希望是晴天出发，这样效果好一点。要不咱们明天出发？嗯，那明天早上9点集合。好，没问题。那咱们明天见。明天见。包庇，等着我凯旋归来哦。哦，好，出来了。马上好啊！加个黄瓜，来尝尝我烤的肉怎么样？真不容易吃到你亲手包的东西啊！可以啊。开玩笑呢，我以前是烤肉店的金牌服务员，烤肉技术那一流的。你这个大学毕业以后做了多少份工作？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打工了，家里穷，没办法，我得多干点活，给自己攒学费啊。也就是说，只要赚钱的你都干呗？哪有那么多容易赚钱的活啊？我知道有些行业，虽然说有些见不得光，但是来钱很快。你可真够逗的！我要是真干那见不得光的事儿，我还至于给你交不上房租吗？我又没说你做过。今天无论如何，得好好感谢你。先是救了我一命，下午又帮了我那么大的忙，彻底给我出了一口气。来，我敬你一杯，谢谢。不客气啊。我干了啊。我都干了，你就抿那么一小口啊？白酒哎，能干掉啊？哎，你个大男人怎么喝酒扭扭捏捏的？行，你等我啊，我去拿个酸奶。对，真够事儿。怎么样，拿到酸奶了吗？等一下啊。好，酸奶现在喝了，胃也护了，能干了吗？干了啊！哎呀，爷们儿，来继续，满上满上，来，倒上啊！这不你倒你那瓶不就行了吗？别呀，今天咱俩高兴，咱俩一人一瓶。不敢啊？没多少，来来来，倒上啊！行，李新月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觉得呢，这样挺好，真的。这是我认识你以来啊第一次，咱俩呢那么心平气和的坐下来聊聊天、吃吃饭，我觉得挺好，是吧？干嘛老成天斗嘴啊？那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要当我是朋友的话呢，你要是觉得要感谢我的话，你就老实回答我，好不好？你问，到底是谁在追杀你？你到底得罪谁了？我也不能说得罪谁。我之前呢手头紧，就借了些高利贷，没想到他这利是越滚越大，我就还不上了，就变成今天看到这个样子了。那帮人啊，没有底线，都是流氓。不说这些了，今天还是要好好谢谢你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在那个工厂看到你从面包车后面走出来的时候，真的觉得。觉得什么？
特别感动，真的。还喝一个吧。我跟你说，你别感动，知道吗？这个举手之劳，小意思，别放心。谢谢你。都在酒里。都在酒里。小的时候啊，经常有小朋友欺负我，这个时候就在想，我要是有个哥哥就好了，能在他们欺负我的时候挺身而出，来保护我。今天你就给了我这种哥哥的感觉，特别温暖。我跟你说，我在我们家还好像是最小，我从来没有当过哥哥，我很荣幸能在你这里当一回哥哥，真的，我很荣幸。不说我啊，说你。我有什么好说的呀？就从你上大学。上大学那会儿可太累了，每天不是上课就是打工。我有3个室友，一个比一个有意思。其中一个御姐范儿，每天起床光是化妆至少1个小时。还有一个叛逆小萝莉，不是逃课就是打游戏，基本不怎么上学。剩下那个呢，追星、花痴，整天想着谈恋爱。我跟你说，像这种女孩，我上学的时候我看都不会看一眼，根本看不上。来，天儿哥品味高，喝一个啊。我上大学那会儿啊，每天就想着怎么能多挣几个学分，还没等他们起床，我就得跑到学校那广播站直播间开始干活了。最惨的是大一，有个学姐带着我去批发洗发水，你猜怎么着？那批货全是假的，1瓶都没卖出去，本金全给赔在里头了。哎呀，你过得这么惨，你也不向你父母要点钱。不用管他们要，靠自己嘛。大1、大2确实惨了点儿，大3、大4就好了，不但给自己挣足了学费，还有结余呢。哎，你想不想听听我的致富经啊？你说。先喝一个。不，你那酒都没喝多少。不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有点。你知道吗？今天在办公室，你带着你那群保镖，不是我同学进来跟我求婚的时候，特别感动，有点恍惚了我都。当时我就在想，如果有个人真的愿意这么对我，挺幸福。是不是想的有点多呀？没有，我跟你说，每个人儿时的时候都想过这一幕，是吧？我经常畅想，我以后怎么给我的未来的妻子求婚。真的，你不要笑，我想过无数回。我很感谢今天你给我这个机会，我圆梦了，是吧？虽然你知道不在。走。没事吧？哎，没事吧？你别推。来，喝点水，喝点水。没事吧？前两天。